议员吴通良伫总日巡对着六家纳古塔因为过位不足，到底要改建、增建还是新起，提出去年市府的讲法，拢讲无问题。结果建议到当4冬个过去，民政局议员拢无作为。吴通良会中不满六家先人拢无法度落叶归根来拜托市府，一定要想办法互地方一个交代。伊咱拢加起来拢总有3.1公顷。是。那家的墓地有3.1公顷，所以我们在自条例上，你讲2公顷嘛无问题。是。地质敏感地带，迄嘛无什么问题，我们建筑法规都有规范。那么你讲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，我是讲的一句话啦。这有些讲的市长，免骂公务人员有较歹势啦，无其实讲较紧的，什么叫做水质水量保护区？自来水水质水量是，咱遐落落来雨，如果是落在乌山头水库内底面的水库来，那就你甲编定水质水量保护区，我无话讲。但是遐落落来雨是伫倒来？伫牛栏大排来呢？所以就是啊，牛栏大排你知影无？就是讲遐落落来雨的集水区根本都没有在水库里面啦，对不对？迄敢是叫做水质水量保护区？我甲议员报告吼，因为你非常关心，啊，头仔局长嘛，甲你讲起着，讲要去纳骨塔对地方是好，吼，是惊讲地方反对尔，即摆地方赞成，吼，啊，咱啊当然是要专。地方都一直在期盼，啊，所以讲自治条例的部分无违反，啊，第二，吼，地质敏感保护、地质敏感区，吼，啊嘛证明讲唔是，吼，对，啊，第三水质水量保护区嘛证明讲安尼。水不能往上流嘛，哈，不可能流到所以啊，我们就依法想办法来突破这些问题。咱着地方对着兴建纳骨塔有共识，政府如何克服现在法规标准，先编列规划费，由公所搁再重新评估来回应地方的需求。电台新闻，阮是林英庚采访报道。